不过紧张起来，今年的中秋节会当来烘肉无？各县市的政策无相同，彰化县进前就已经来宣布禁止户外大型的烘肉。云林县政府早起嘛来宣布，敢若温存住伫个同一家的家属，伫家己的门口埕，或者是空地啊来烘肉。户外公共场所禁止烘肉，中秋节相关的活动嘛拢总来停办。台中市甲南投县嘛是限定住伫个同一家的家属，会当伫个私人的空间来烘肉。今年中秋节热热烘肉的月面，今年恐惊看无，因为疫情，云林县政府宣布，今年敢若使限厝内人伫厝内门口埕或者是空地烘肉，其他室外公共场所拢禁止，所有中秋活动拢停办。因为我们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严峻的情况下所以我们不得不祭出也就是机关团体或是社区社群的这样群聚的烤肉呢，我们严格禁止。虽然敢若使限厝内人做伙烘肉，不过是要安怎定义？我觉得自由行政因为真的疫情当前，大家自己心里面要有一把尺，难得可以在佳节跟朋友聚一聚的机会少了。袂使和朋友做伙烘肉，民众感觉真可惜。伫云林县了后，台中市嘛宣布，所有室外公共场所拢禁止烘肉，敢若使伫厝内和厝内人做伙烘肉。所有的户外公共场域含骑楼皆禁止烤肉，避免脱下口罩群聚饮食。但若家里烤肉，以同住的家人为限。目前中部的县市除了苗栗县也无宣布相关的规定，彰化县伫9月初4就宣布禁止室外大型烘肉，不过开放大做伙的人伫室外烘肉要用假帮。台中市、云林县和南投县拢禁止室外公共场所烘肉，敢若限制大做伙的人会使伫厝内烘肉。调查病毒第2摆入侵台湾，各县市拢甲神经线存甲真严，就惊群自烘肉变做防疫破空。